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0月初7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2篇，申命记22章13节到30节，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正节。前无偌久，台北中会牧团会伫北投教会举行聚会。会后，阮对一位师长带领阮去北投来说来带领阮查这个古籍的顺礼。有一个景点叫做周氏节节后房啦吼。这个真节的拜房放伫迄个路中，这是伫清国时代所立的牌。这是古早时代咱咧讲的正节观念，就是过去对伫官府的要求甲标准，无论你先生有偌少年就已经过身吼，官府就若无搁再嫁，就会当去互立这个正节的牌坊来表示安尼尊敬安尼吼。当然，先决条件是因的厝呢必须爱真有钱啦吼，搁爱有地位，才会得到当时当政者的注目。也就是讲是安尼的顶流社会的官府是大家所注目的焦点。当然是来自伫这个社会压力有遮尔大吼，所以就爱有这款的表现。咱要来思想伫圣经中间的教导，申命记22章13节到30节，对伫婚姻伦理的标准安尼讲着吼。人若娶某甲伊同房，后来无爱伊，甲伊诽谤，迫害伊的名声，讲我娶这个某甲伊同房，发现伊毋是在色女。查某囡仔的爸母就摕查某囝伫在色女的证据来，带伊去城的广场会长老遐。查某囡仔老爸就对长老讲：我将我的查某囝互这个人做某，伊无爱伊，伊诽谤我的查某囝，讲我发现你的查某囝毋是在色女。你看，这是阮查某囝在色女的证据。爸母就将迄块布摆伫迄个城的长老的面前，这个城的长老就甲迄个人掠来出发，嘛就甲伊罚1140公克的银，交互查某囡仔的老爸，因为伊有迫害以色列在色女的名声。查某囡仔有缘做伊的某，迄个人一世人袂用得甲伊离婚。这个人控告若是事实，查某囡仔无在色女的证据，因着掠迄个查某囡仔去因老爸的厝的门口，城内的人就用石头甲伊钉死，因为伊伫以色列做建设的事。伫因老爸的家行淫乱，安尼就对恁中间拄起迄个邪恶的事。若有人甲别人的某困，迄个查甫甲迄个负责人拢着互死，安尼就对以色列中间拄起迄个邪恶的事。若有在色女已经甲人订婚，有查甫人伫城内拄着伊甲伊困。恁就掠这两个人去广场用石头甲因钉死，因为这个查某囡仔伫城内无法救人，这个查甫人凌辱别人的某，安尼恁就对恁中间拄起迄个邪恶的事。若有查甫人伫野外拄着已经订婚的查某囡仔，甲伊强奸但迄个甲伊强奸的人就死，毋过毋通办迄个查某囡仔，因为伊无应该死，
即个查某人做的代志，是亲像人起来攻击伊的厝边，甲伊杀死共款。伊伫野外拄着迄个已经订婚的查甫囡仔，查甫囡仔虽然喊救人，嘛无人救伊。若有查甫人拄着还未订婚的在小女，甲伊领伫强奸，互人发现，迄个甲伊强奸的查甫人，着摕570公克的银交互查某囡仔的老爸，佮着带伊做某，一世人袂用得甲伊离婚，因为迄个查甫人已经甲伊凌辱，人毋通带老爸的某拍垃圾家己老爸的面床。上帝请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的中间，对伫婚姻的重视是非常的严格。咱看到这的规定处罚的方式，其实毋是重点，重点就是要安怎来看重尊重活伫迄个婚姻的婚约内底。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内底，也提到着贞洁的观念，是无共款的是，保罗教导改变着摩西教导的方式，伊更较实际提供着实践的方式。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节到第9节，圣经安尼记载，关系伫批内面所写的问题，查甫人无亲近查某人较好，毋过为着避免淫乱的代志，逐个查甫人应该爱有家己的某，逐个查某人也应该有家己的翁。查甫人对某应该爱尽做翁的义务，查某人对翁应该尽做某的义务。某对家己的身躯无权，毋过翁有；相反，翁对家己的身躯嘛无权，毋过某有。毋通忽略对方的需要。若为着要专心祈祷，通同意暂时分开，总是以后搁着恢复正常的关系，才免得因为袂当控制家己，直到受撒旦的诱惑。我讲通暂时分开是勉强同意，毋是命令。事实，我爱逐个人拢亲像我，毋过逐个人对上帝领受无同款的恩赐。这个人这款，迄个人迄款。现在，我对无结婚甲寡妇讲，若是当着亲像我守独身是较好。毋过，若袂当控制家己，就着结婚，宁可结婚比互火来烧较好。无论是单身，无论是毋是伫婚姻的中间，拢爱去持守家己甲上帝的誓约，这是保罗教导的重点。诗篇112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敬畏上主，深深意爱伊的诫命的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因的子孙伫以色列地已经会强盛，正直的人的后代一定会受祝福。因的家内充满财富，伊会好的行为存到永远。正直的人伫黑暗中有光的照因，因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，慷慨照人佮公正处理家己的代志的，这款人事事顺利。义人绝对袂失败，因永远互人笑脸。歹消息因拢毋惊，因为因的心坚定，倚靠上主，因的心自在，拢袂惊吓。最后会看到对敌，互上主拍败。因慷慨真济善车人，
因的好行为存到伫永远。因的头会当举悬，受人尊敬；歹人看了大受气，假牙切去，忙拢无去；歹人的心愿拢落空。主啊，愿恳求你帮助阮伫生命中间会通持守誓约，互阮会通持守甲你甲婚姻的誓约，互阮家己看重家己的决志甲约定，互阮会通成做一个信实的实践者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